尊敬的羅永剛副主任、黃志明董事、蘇清棟主席、霍啟山會長、黃賜豪醫生、金玲主席、各位嘉賓、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咧就今日好開心啦，同大家一齊咧嚟到參加西環社區客廳嘅開幕典禮。其實咧我喺以往都出席過好多次社區客廳嘅開幕禮㗎啦。咁但係每一次嚟到現場咧，其實我見到啲街坊嘅笑容咧，心裏咧都係感到十分之開心同埋感動嘅。因為我知道每多一間社區客廳，就會多一啲家庭可以得到溫暖嘅支持，呢個係好重要嘅。中西區咧係香港嘅核心商業同埋金融嘅地帶，咁啊到處都係摩天大廈啦、高樓林立啦，亦都係同時區內咧，亦都同時有唔少嘅舊式嘅唐樓同埋一啲商住嘅大廈，咁裏邊咧有唔少嘅劏房單位，居住嘅環境咧比較係細小嘅，設施當然係不足啦。咁有啲咧甚至乎咧係連獨立嘅廚廁都冇嘅。咁喺擠迫嘅環境之下，小朋友只能夠咧喺床上邊溫習功課啦。咁家庭成員咧亦都缺乏一啲共同活動嘅空間，長者亦都好難有一啲社交嘅機會。咁今日開幕嘅社區西環嘅社區客廳咧，其實係繼今年2月啟用嘅西營盤社區客廳之後咧，中西區嘅係第2個嘅社區客廳。咁呢度咧設立咗嘅社區客廳咧，其實正正就係要為有需要嘅街坊咧提供一啲共享嘅空間、多元嘅設施同埋一啲貼心嘅服務，讓佢哋咧可以喺呢個溫暖角落啦，放鬆身心、分享交流、連結社區。咁我今日好開心，我同啲街坊傾偈嘅時候咧，係每一位都面露笑容，同埋我問佢多唔多嚟呢度呢？咁好多街坊話差唔多日日都嚟，同埋咧話好幫到佢，有啲甚至乎係邀請埋其他嘅街坊一齊嚟，咁啊證明咧西環社區客廳嘅服務設施同埋嘅地點都係非常切合到我哋市民同埋街坊嘅需要嘅，好多謝大家。咁西環社區客廳嘅實用面積咧係有3000平方尺。咁啊預計咧可以為380個劏房家庭咧係提供服務嘅，咁全年嘅接待咧係大約57000人次，咁啊連同同區嘅西營盤社區客廳咧，2間社區客廳咧全年可以為區內街坊提供大約94000人次嘅服務。其實咧政府喺推進呢個社區客廳計劃嘅步伐咧係從未放慢嘅。咁啊，2026年呢，其實啱啱先過咗4個月啦。咁喺社會各界嘅大力支持之下，西環社區客廳已經係今年嘅第4間新開幕嘅社區客廳。咁計劃推出至今呢，全港已經有13間嘅社區客廳咧投入服務啦。合共咧係預計每年可以為超過6300個劏房提供咧係服務嘅。咁其實我哋仲有啲傾緊嘅，我知孫玉菡局長社署署長傾緊，不過啲暫時未成熟，唔講得出嚟住。遲啲大家會知道一路會好多嘅嚇。咁呢個呢，我覺得亦都好多謝社會各界幫助啦嚇。因為香港之所以係香港，我覺得最難得呢，就係香港好多有心人，咁咧就令到我哋一齊可以合作，為我哋有需要嘅市民呢提供一啲服務。咁所以香港冇咩天然資源，最大嘅資源呢，就係大家我哋嘅人力資源。咁大家呢合作，咁啊將香港變得更加美好，呢個好多謝大家嘅。咁西環社區客廳能夠順利啟用呢，實在呢，我哋當然都係同以往一樣啦，係有賴社會各界慷慨支持啦、專業知識同埋服務熱誠。咁首先呢，我要衷心感謝港區省級政協委員會委員聯誼會、華潤集團職工聯誼會同埋黃仲銘慈善基金，咁啊贊助場地租金同埋管理費用、裝修同埋呢。第2日用完之後嗰個還原工程啊，同埋以後呢，佢哋有必須嘅費用呢，佢哋都話一路會出嘅咁啊多謝你哋啊！咁亦都要我亦都要感謝呢3間服務嘅營運機構啦包括呢就係香港島婦女聯會有限公司擔任主要嘅負責機構，並且同香港仔街坊福利會同埋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一同合作，全年無休營運呢個社區客廳，即包括年初1都開嘅咁啊，剛才咧就聽到營運機構嘅介紹咧，我覺得佢哋好有心啦好熟之餘都好有心。咁啊，得知佢哋咧其實除咗係服務之外，亦都係設計咗一啲好可愛嘅加點心家族作為社區客廳嘅吉祥物，咁寓意咧服務咧係加多一點點。
咁亦都希望呢就係營造到充滿人情味嘅氣氛。咁頭先我入嚟已經充分感受到嘅人情味嗰個濃烈嘅人情味。咁啊，使社區客廳咧成為佢哋家嘅一個延伸，呢個我覺得係最好嘅。因為我哋希望咧佢哋嘅劏房就會以後變為佢哋嘅睡房嘅啫。咁客廳就嚟我哋呢度啦。咁因此咧，我想以3個心字嚟分享我頭先嘅體會。第一咧係一個貼心。咁啊，入到嚟西環社區客廳咧，首先我感受到設計上嘅心思。呢度嘅好乾淨啦、整齊啦，共用嘅廚房啊，同埋用餐區啊、客廳啊都好舒服。仲有咧有自助嘅洗衣站啦、淋浴間啦、茗茶角啦，呢個我第一次見喺社區客廳出現。咁啊，小童遊戲同埋閱讀角啦，咁啊亦都係將啲種菜啊、養魚啊融入生活環境裏邊，呢個係一個好環保嘅，呢個係非常之好。呢啲嘅貼心嘅規劃咧，唔單止可以滿足到我哋啲居民烹飪、聚餐、親子活動等等需要，亦都讓佢哋真正感受到家嘅便利同埋舒適。咁第二個心咧就係悉心。咁啊，社區客廳為居民提供各式各樣嘅社區支援嘅服務咧，例如話社區服務諮詢同埋轉介啦，新來港人士嘅適應輔導、就業資訊分享等等。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因為咧每一啲有時新嘅移民嚟到，街坊嚟到，咁佢都唔知道去邊度可以揾到呢啲服務。咁我哋呢一個好好嘅站咧，一個中轉站咧，係幫佢哋轉介去我哋有需要嘅服務嘅。咁同時呢度亦都係經常咧舉辦一啲嘅法律講座啦、健康檢查啦、學童功課輔導啦，同埋技能工作坊。咁對呢個居民咧係作出全方位嘅悉心照顧，確保每一位居民都能夠揾到適切嘅資源同埋幫助，應對生活嘅挑戰。第3個心就係愛心。社區客廳咧最令我動容啦我覺得就係處處咧充滿人情味。咁我哋都好呢度嘅工作人員咧，我哋啲義工朋友咧，我覺得係好有愛心啦，同埋好熱情啦咁啊令到咧啲居民咧係好開心嘅。咁居民亦都可以共享一啲嘅資源啦，互相借用一啲嘅工具啦，亦都互相學習一啲技能啦，分享一啲物資啦。喺生活裏邊咧，我哋希望佢達到就係一個叫做互相扶持咁呢度仲有啲定期舉辦啲共善日，咁一齊食下飯啦。咁啊總比一個人喺屋企食飯好嘅，開心啲。咁我覺得呢度都鼓勵多啲喺度大家一齊聚餐，煮完之後一齊食啦。頭先都見到有啲我哋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有啲係整喺啲印度嘅茶咁，我覺得大家可以分享下。其實好多未飲過，包括我咁我相信咧，其他都可以一齊試下啦。咁令到啲街坊咧可以好開心。咁特別喺啲節慶嘅活動啦，咁可以咧希望一啲獨居嘅長者、新來港嘅家庭、雙職家庭等等一齊咧係分享下家常飯菜同埋啲生活嘅點滴。咁營運團隊亦都會組織一啲嘅義工隊支援長者同埋有特別需要嘅劏房戶，例如咧幫佢哋搬運重物同埋陪診，咁呢個好重要嘅體現街坊鄰里守望相助嘅社區情誼。西環社區客廳嘅開幕咧，其實係標誌住我哋喺精準扶貧道路上面又是邁進咗一個堅實嘅一步。呢項計劃嘅成功咧，係充分體現出政商民3方嘅協作，群策群力，攜手咧為香港扶貧工作出心出力嘅呢一個精神。咁我哋會繼續凝聚社會各界嘅力量，共同為我哋嘅基層社群謀福祉，讓香港成為一個更加關愛和諧嘅社會。最後，我祝願西環社區客廳運作暢順，各位嘉賓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大家。多謝晒陳司長。